继续来看这个南投立委的补选，明仔载就要投票，候选人做最后的冲刺。讲国民党的林明珍扫街拜票的车队，伫个南投市区拄好拄到蔡培慧辅选的团队，嘛伫个路口咧拜票。林明珍是转一个身，甲因比一个倒赞的这个姿势。蔡培慧是痛骂讲，真无民主的风度。国民党是来回应讲哦，这民进党抹黑的拗步真多，林明珍是一时忍无可忍。民进党好党，台湾才会好。南投县立委补选到最后关头，林明珍扫街车队昨伫南投市区拜票，都拄到对手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的辅选团队，车驶过时，林明珍雄雄一个斜身，向因比一个倒赞的手势。在场辅选的家人市议员张志豪事后伫面册写讲，南投皇帝就是无共款，这款的水准的选举真系互人大开眼界。伊呼吁南投的民众拜六出来投票，回转去厝内用怒。那不管他对谁比啊，他对一个长辈、议员、学生都不应该。蔡培慧讲，这摆选举补助款会帮助慈善机构，更替林明珍嘛讲要帮助贫困的家庭，对象看起来是因后生林如彬。我不知道他的贫困家庭是谁，他的贫困家庭目前看起来就是讲林如彬，因为他把他的选举的经费都拿去买豪宅了。和对手批评愈选愈有钱，蔡培慧强调讲会使看财产的申报。我的现金根本就是不到100万，存款也不到100万，但是林明珍的存款可有600多万哦。国民党的阵营回应讲，民进党拗步真多，林明珍是忍无可忍。民进党在南投各地街头举着违法的抹黑奥布的布条，在攻击抹黑林县长，南投乡亲都非常的愤怒，林县长一时忍无可忍，来表达他的心情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册写讲，恳请南投乡亲支持林明珍，祝福伊高票当选。林明珍表示感谢。郭董也在挺我啊，他说认为林明珍啊是个会做事情的，将来到立法院呢一定会有帮我们南投县长争取权利啊，我相信呢对投票的支持度啊一定会提高。选战到最后的时刻，哪里个阵营唔若隔空交战，路头路尾拄着时，嘛是短兵相接，充满火药味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